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今年的毕业影展是反映疫情之下的生活，展现学生4年来学习的成果。我们想拍鬼片。 这是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毕业影展欧调影展的现场。这次的主题就是在讲说黑死病的关系，所以之前的人用10天的时间去每天都说一个故事，然后因为映照在我们现在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然后影响了我们。因为即卖状况，学生想着和波切笑的作品是日谈来做结合。内容是讲10位男女为着闪避意大利的瘟疫，走去郊区，决定大家讲一个故事来过日子。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克服了很多的困难，不管是内心的或者是在外在的环境，我觉得这都是值得肯定的。那我也相信学生在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之后，对于他未来的就业或者人生的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。今年欧调影展内容真多元，学生发挥创意，展现4年成果，走向人生的后一个阶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